33節，你話再睡片時，打盹片時，抱着手躺臥片時，三次都係片時。嗱，除咗聖經裏邊有幾次講到片時咧係1個鐘頭之外咧，其他嘅片時都係話一段短時間片時。但係耶穌要求我哋要同佢禱告片時係1個鐘頭啊，1 hour。咁咧就當我哋再瞓一陣啦，啊躺臥多一陣啦，打盹多一陣啦，抱住手挨多一陣啦，咁後果如何咧？貧窮速來。因為冇做到應該做嘅嗰啲田嗰啲嘅葡萄園都荒廢咗。貧窮唔單止係指經濟物質，更加指你嘅屬靈生命啊！弟兄姊妹，好多人屬靈生命好貧窮，特別喺末世嘅教會，主耶穌話到係老底嘉，不冷不熱，以為自己富足，靈裏卻係貧窮到可憐可悲、可惡可恥啊！如果係基督徒，靈裏貧窮唔單止害自己，好多人話你係基督徒啊，我問下你一啲聖經真理咯，你又幫唔到佢哋，解決唔到佢哋嘅問題，令到好多人以為基督徒都係馬馬虎虎、糊糊碌碌，影響羞辱主嘅名啊！呢個貧窮唔單止係物質，亦都係講我哋屬靈嘅生命。佢話貧窮就必如強盜速來啊，即係話突然之間臨到嘅。另外就話你嘅缺乏，仿佛拿兵器嘅人來到，所有好多靈裏嘅缺乏、物質嘅缺乏，本來有嘅都俾人搶晒。所以因為咁重要嘅時候咧，我只能夠讀到2段咧較為長啲嘅內容，講到貧窮人嘅情況。一段就喺第6章，一段就喺2日後咧26章，我同你睇嘅吓。我先睇26章啦，就喺隔籬吓。喺26章講到第13節，提到懶惰人說道上有猛獅，街上有壯獅，門在樞紐轉動，懶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懶惰人放手在盤子裏，就是向口撤回，也以為勞苦。